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长侯友宜，等一日就要出发到新加坡来访问。啊，民进党是来质疑讲，侯友宜就是因为卡到500万烧圆仔汤的事件，才会要出国来撇风头。新北市政府来反驳，讲这国际交流唔是话行就行的观光自由行，讲民进党就是恶意咧扭曲事实。国民党的立委嘛帮忙讲话，讲这是老早就安排的行程，讲侯友宜为着这个代志去撇风头，安尼讲袂过啦。啊，韩国瑜的支持者早起嘛到国民党的中央党部来集合，反话着韩国瑜就爱争取来选总统。啊，若郭台铭上届积极访问美国、访问日本回国了后，搁来话讲，互伊30天的时间，甲大众来沟通。啊，侯友宜嘛讲话咯，讲台湾即摆有真侪问题爱解决，每一个人去了解、去关心着市民的需要，这是好代志。就上一步要飞到新加坡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赶快昨夜亲身开市政飞机。不过因为出访的时间这么无张持，民进党就质疑出国可能跟烧圆仔的代志有关系。到底你这样仓皇出访新加坡，是真如你所说已经规划已久了吗？500万的争议说不清楚，不敢面对，仓皇出逃。我相信这个是董事长本来很早就安排好的，说他是为了真心去做哈，这是说不过去的，也不会是这样子的。虽然国民党立委到时讲改讲好话，不过侯友宜今麦面对的不是民进党的改革，只要为中华民国有益的事情，我都会尽我的全力去推动。争取国民党提名的郭台铭气势是请假调未调，小林说访问美国，佮访问日本，讲佮予伊30天的时间，要台湾人先拿图。最近党内佮第三选择，真侪韩国瑜的支持者拢冲来到中央党部，大声喊予韩国瑜参选2020选总统。韩国瑜选总统，韩国瑜选总统。韩国瑜其实都是我们老朋友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。每一个人到各地方去了解民众的痛苦，那提出解决的方向，这也是应该做的一件事。除了无变的态度，强调团结，一摆出访新加坡，侯友宜嘛发声，要让世界看到台湾。不过想要真做拿军共主，互家己变强的同时，嘛要加快党内整合脚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